你啥货？我捡到一个笑面，我无法度做事啊！真有感谢啊！讲台湾话，兼台湾国。大家好，我是古威。台语有传统，有现代。咱的历史文化就亲像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等，会当发展咱家己的台湾籍。人类是为非洲来的，咱一齐祖先行国家，若有法做台湾人，就免做别人。用台湾国族语讲，就是咱的台湾国民。今日咱要教的是，我嘛毋知，咱要来找找人生的意义。今日我阁要来算即出 One Hour One Life， 我感觉照意义来看，伊是我算过上有意义的。即马看人的身躯时间有限，即个游戏嘛是，你会随机互生出来做人的囝，大部分的人会做伙合作，互相照顾。剩个嘛，我嘛无想要拄着，总是这无人知，试一摆就知。吼，咱互生出来啊！阮母互做，可阮母无名，阮母想要无名。囡仔时阵，敢会晓讲一句话，毋是？敢会晓讲一个字？愈大汉，伊讲的话愈侪。这是啥？我的阿姨，我的阿姨。哦，羊啊！啊，个啥水饺、猪头、鸡肉、火鸡肉、金龟、手机、盘、碗、沙丘、蒙阿波、派、大饼、果子树。火鸡无，火鸡肉无啊，无啊，一般的无啊。羊仔皮，裙。我一届是互生做查某，查甫嘛会晓穿啊，无讲裙一定啥物人才会晓穿。活羊啊，夹刀，布头，拖死的。我真毋知要创啥，我看我会检查。哦，我知影我要来煮汤，我要来煮汤啊，人子啊，还是红菜头。拍起的啦，起地，一个起用起地。我发现我枵的时阵会行较紧，食金枝啊，这就是咱爱的鸡。甲人讲无即款物件，伊的名要安怎好？叫做红鸡好啊，苦鸡啊，红苦鸡，要煮汤爱甲伊讲。物件敢要抢出济，就害了。要煮汤爱先来检查，鸡头啊。鸡头翻头，所以要创啊？酱豆啊，这是红苦鸡啊水啊，水，人之大厝，翻头。心水，fuck， 迄个井打去啊！看咱来整位啊，废柴来啊！喂，抢我的火！喂，要创？免特别检到哦。来啊，整位啊！算啊。感觉有容易破鞋啊，我会当找。咱拄仔咧煮汤哦，啊，番麦，喂，迄糕好食哦。你啥货？我捡到一个笑面，我无法度做事啊，真有感谢啊。我是咧食啥？
会啊，够哇，会啊一箱吗？咱也要见这哦，这路番麦，我即摆靠烦恼是咱无水。OK。Nope， 我无倒啊，爆米香啊。讲一项，大家可能毋知，爆米香若真是爆番麦，万年前就有，若真是爆米诶，迄是美国发明诶技术。因咱咧知影讲爱爆米啊，需要压力甲技术是足悬诶。美国才有发明迄款，日本人甲伊学去，啊就变做即摆咱看到诶炮楼。啊，网络有一寡消息，黑白写讲是中国，啊迄阵嘛无中国啊，啥物火香遐火烧厝啊，米就变做爆米香，干迄只好笑。我毋知啥会样。想要有人写这款白草诶，米囥个讲啊，火烧厝就变爆米香，迄真伤好笑啊！咱知影咱毋通黑白甲人骗。我即摆到要创啥？有一只五啊，会甲人落，鸡仔会甲人倒。吼，这是啥物所在？猫人到伫遮来抢人。咱来讲，咱到伫搭。咱到位啊！猪啊，粉红猪，肉是肉猪。头一个好，我头一个囝仔，真水，你是水。靠，咱母规波啊，即摆到要创啊？甲这狗仔讲喙。我搁一个囝仔，你是水，输食，我紧，迄是水的意思。水就是你足水的意思。甲伊说多谢。好心的，我的表亲情，囝仔穿裙，水啊，带伊熟悉咱的砖头。无讲无要甲伊放啥，猪仔生囝，互伊穿鞋啊。来，爱烧，爱安全。你是海，耶！啥物？有人问这是啥物话？台湾话啊，对啊，台湾话啊。爱心。哦。应该互相照顾啊！足欢喜诶，足烧热诶，足温暖诶。伊爱食，伊爱食饭，我爱家饲。无啊，较烧。咱搁要来煮汤啊！囡仔4岁就大汉啊，剩诶就是因诶代志。原来这汤啊会煮到干啊袂？上神啊！甲因关心。我搁生一个啊！三箱啊！拢查某诶，拢共款面。这个亲戚就甲我照顾诶。我不该互这个名，你是台湾就是台湾的意思。Hi there， 这个囡仔无啥爱讲话，台湾人。
You are brown. 吹。I love you all. 奇怪，我到底舞啥？舞几波？浸水的狗啊，掺落，番麦掺落，水掺落 ，I'm done with it 。好完成啊！即嘛要啥？运头工啊！我排行好像鸡头，是鸡头猫、长头猫。我是金孙哦。我们来去 Q 石头，咱现在运头，刚头较重要。来去看片 ，adventure， 找找石头，快金孙。然后上高啊，我紧来转。I make it. 我走啊，来谁？我是金孙。来采番麦，采番麦啊！啊！我袂甲家己讲过再会再见，我袂讲我的危险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总是有遗憾的代志。我即摆通做就是，我会讲，我会讲，我想看因过了好无？应该还袂，应该要活咧，伊就哦，我竟然拢无死，头一个业外，因讲要活咧，哦，我感觉这款游戏实在是，伊最特别，Live long and prosper，台湾嘛会继续生看落去。